讲到这加增加，看起来是真简单的代志，不过对这目睭歹无大压腰是大人来讲是特别困难，特别是讲到这加卡的增加，根本就压袂落去。这嘉义县政府呢有和民间团体合作，培训加增加的志工加入社区服务时段。加增加的志工摕到家私，才真正来替时代加卡的增加。毋若清理掉伫卡增加内底一寡垃圾物仔，加好了后，搁爱甲增加磨好平。嘉义县培训加增加的志工去社区服务有需要的人。目睭视线较歹啦吼，啊有当时惊去加着肉呢。啊，你也想要赶紧加呢，感觉足舒服啊。咱家己咧加吼，都压袂落去，足歹加的。有人加较好啦。协会的医疗团队，那全程的陪伴哈，让我们这些志工那能够合格训练之后，那也到各个社区来实作。时代因为目睭蒙雾，也是无法度压腰，所以若想要加卡的增加，拢真无方便。医生讲，增加上长，做事前遐讲都会听，但是增加搁变高，就愈歹处理。咱先对较健康的骹增加开始加，吼，慢慢加后壁就是讲有受到人讲的感染的增加，啊无你若安尼，无安尼加的时阵呢，会惊感染。啊，若讲增加佮本身佮变高的话，吼，这个增加你加增加的困难，吼，所以有时啊话吼，你普通的增加这咱根本就无法度去加，你爱用刀啊去写，啊，不过这嘛真危险啦，吼，因为老大人的话，可能目睭嘛较无遐尼好。嘉义县社会局表示，为6月开始到今，已经培训32名专门加增加的志工，会继续增加，目标是18乡镇拢有服务志工，未来嘛会增加服务对象，互失智也是适龄的人嘛会当受到照顾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